由永泰、萬科香港合作發展，位處沙田顯和里嘅 Uni-Resident， 樓花期約17個月，為同區近4年首個推出嘅全新盤，擁有港鐵屯馬線、東鐵線嘅雙線交通優勢，相信可以吸引分支家庭以及投資客入市。樓盤首度開放2個無改動嘅示範單位，而家我身處嘅就係項目主打嘅房戶，以18樓 D 室為藍本，實用面積293方尺，開放式嘅廚房呈 L 型嘅設計，客飯廳間隔方正，呈長方形嘅設計，大門旁嘅位置配搭咗裝飾櫃，3合1露台門加設咗定位裝置，房間呈長方形嘅設計，並設有轉角玻璃窗，以增加單位嘅採光度同埋觀景角度。浴室採用趟門，可以節省開關門嘅空間。至於以18樓 B 室為藍本嘅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394方尺，屬2房嘅間隔。一入大門就係浴室嘅位置，而玄關嘅位置亦都設有裝飾櫃。客飯廳呈長方形嘅格局，並預留咗大幅嘅牆身，方便擺放家具。而2間房均呈長方形，主人房設有轉角玻璃窗，可以將戶外嘅自然光線充分採納。浴室內設有鏡櫃同埋儲物櫃，亦配備優質嘅品牌潔具。Uni-Resident 所有單位嘅樓層高度均達3.325米，同埋採用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同時配備韓國嘅視頻門鈴智能門鎖。